母音 A E I O U 呢啲係高音，亦都係長音。佢哋嘅短音係呢啲字嘅頭音 as s a is i o as e o。佢哋嘅高低中三個音調係呢點語拼音法嘅5步，第一步分音節 ，Y 喺任何字音後邊，佢就變成母音 I， 字音帶母音音節，字音帶母音，字音帶母音。第二係分音律，但係分音律之前，你要睇一睇呢個 Y，R係 re。前邊又係兩個，一個字音，一個母音。呢、個 A 無論係 A E I O U， 佢要讀得盡量有咁快得咁快，所以個 A 係變成短音嘅，短音就係短嘅，長音就係拉長嚟讀嘅。所以呢度係兩個都要讀到低音，然後先至盡快。所以讀出嚟嘅係 ra。英國英音裏邊好多時連呢個母音都唔讀出嚟，所以變成 re， 就係 re。呢有個規律係講兩個音節或者超過兩個音節，佢哋嘅音律。唔係佢哋嘅音調，應該係低音調，低音調係相同嘅話，佢哋加埋當係一個音節。所以呢度一個音節、兩個音節、三個音節。第二係分音律，三個音節嘅音律一定係高、中、低、中、高、低。第三步係拼上，第四步拼下，拼每個音節。係子音加唔係母音加尾音再加頭音，先喺呢度 Y 係一個字尾嘅話，你要睇睇佢係咪 FY， 因為 FY 係一個動詞嘅字尾，佢個 Y 變成 I 之後，佢係讀長音。快，所以佢嘅尾音係快。其他嘅全部都係讀短音，短音係 e、佢嘅頭音係 低音係第二個音，所以係 re。呢度係佢嘅頭音係 ra， 低音係第二個音係 re， 尾音係要讀兩個都要讀晒出嚟，好清楚嘅讀出嚟 re。英音好多時候嗰個母音冇咗聲音，所以凡係見到咁嘅形式嘅話，你就知道呢兩個都係要低音，然後先至最快，而且呢個係要短音，然後先至係最快讀到出嚟。兩個變成等於好似一個音節咁嘅聲音。呢度係 所以 OR 就係 P 爬頭音係爬 破，中音係第三音 re。呢度係 尾音係T 頭音係頭音第一個音就係高音 tempo，
temporary。呢度通通都係低音，冇得改。呢度係 tem，第三個音中音 temporary。第五步，第一個比較係邊個讀出嚟最容易、最快、最順口、最好聽 ？temporary， 因為 temporary 應該係最容易、最快、最順口、最好聽。第二個比較係比較兩個高音 tempo， 邊度出嚟比較高嘅嗰個就贏啦。鼻嘅高中低喉嘅高中低口腔裏邊樂喺中間 po 喺呢度出嚟嘅 tem 喺上面出嚟嘅，所以兩個嘅比較都係 temporary。 The city set up temporary shelters for those affected by the disaster. The city set up temporary shelters for those affected by the disaster.